識字有方法。木，獨體字，像幾根木頭搭起來的樣子，配木頭交叉組合的畫面，表樹木。這個字就是木。本，獨體字，在木的基礎上加橫畫，像樹木的根部，配打開的本子旁有鉛筆，橡皮的畫面，表書本。這個字就是本。巴，獨體字，形狀像張開的嘴巴，配張開的嘴巴圖案，有依附、黏住等意思。這個字就是巴。色，上下結構，上面像畫筆的筆尖，下面巴，像盛顏料的容器，配顏料盤裏畫出彩色識字的畫面，表顏色。這個字就是色。腰，左右結構，左邊月和身體有關，右邊要表讀音，配人腰部的圖案，表身體的腰部。這個字就是腰。台，獨體字，像擺放物品的台子，配帶有麥克風的講台畫面，表平台、講台等。這個字就是台。總結，學會漢字。木，本木加橫畫。巴，識，加巴。腰，月加要。台。